扎西德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勉励拉达克青年远离药物滥用；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斯多克大佛祈福，勉励大众以慈悲与智慧利益世界；达赖喇嘛尊者与斯政边巴次人祝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中国政府再次对拉荣五明佛学院展开大规模强拆行动。欧洲各界对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其影响的关切持续升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7月20号向拉达克青年发表公开寄语，就如何寻求幸福、克服烦恼情绪以及远离药物滥用等议题给予开示。尊者表示，人生最根本的目标在于追求幸福，而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权力或财富的积累，而是源于培养一颗温暖而善良的心，关爱并帮助他人。尊者同时倡导实践他所称的明智的利己主义，指出帮助他人也是关爱自己的最佳方式。结合近期与拉达克青年的交流，尊者呼吁青年保持诚实正直，远离毒品及各类成瘾物质，并鼓励正在接受治疗、努力康复的人坚定信息，勇敢面对挑战，重建健康而有意义的人生。当前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首府聂城的寂静院新宫，每天持续接见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俗信众、访客和拉达克各地的藏人和病患，并给予慈悲开示和指导。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7月19号上午前往拉达克首府聂城近郊的斯多克瞻仰释迦牟尼大佛像，并主持祈福仪式，向聚集于现场的数千名信众开示佛法。尊者在发表开示时提醒信众，修持佛法不仅仅局限于兴建宏伟的寺院和高大的佛像，更重要的是深入学习佛陀的教法，尤其是修习调伏自心，并把握佛法的核心精神，培养一颗温暖而慈悲的心。与此同时，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于本周分别致函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第58任首相。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强调，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表示希望新首相能够与世界各国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当前及长远面临的各项挑战。司政边巴次人则在贺函中强调，英国与土伯特之间拥有独特的历史联系，并指出英国是一个至今仍保有中国入侵土伯特之前有关土伯特制度、历史与治理鲜活制度记忆的国家。因此，司政希望英国继续支持国际社会对土伯特历史的公正认知，并进一步提升国际社会对土伯特人民诉求的理解与关注。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并于近期当选英国工党国会议员。他于本周一7月20号正式就任英国第58任首相，接替上月宣布辞职的凯尔·斯塔默。此外，据来自土伯特境内的可靠消息，中国当局于近日再次对土伯特东部的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发动新一类大规模强拆行动。此次强拆行动始于7月13号，起初当局刻意在夜间实施拆除，以规避公众记录、媒体报道及卫星监测。随后强拆行动则以公然升级为在白天大规模展开。截止7月15号，至少已有6处僧舍被拆除。未来数周及数月内，当局还计划系统性拆毁约1060间僧舍及其他建筑。
继2001年以及2016年至2017年的大规模强拆后，拉荣五明佛学院已有超过7000间僧舍遭到拆毁，数千名僧尼被强制驱离。此后，中国政府持续加强对拉荣五明佛学院的控制，包括2019年实施零招生政策及全天候监控，并于2024年底进一步部署武装军警，加强直升机巡逻，同时严格限制僧尼居住人数。据报道，近去年1年，当局便以所谓居住证件不全为由，居住超过1000名藏人僧尼，并强制将学院常住僧人人数由6000人削减至5000人。2016年至2017年的强拆行动曾造成严重人道后果，不少僧尼遭受巨大心理创伤，甚至发生悲剧。包括藏人尼师次仁卓玛及僧嘎在内的僧尼，均在当年强拆期间不幸离世，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这轮强拆发生之际，距离中国政府于7月1号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仅过去数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随着中国政府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法于7月1号正式实施后，欧洲各界反对声浪持续高涨。4名比利时联邦议会议员于上周加入了这一行列，公开表达反对立场。上周三7月15号，多名比利时国会议员呼吁联邦政府就中国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取明确且坚定的立场，并警告该法可能进一步将针对各民族的同化政策制度化，并将打压行动延伸至中国境外。比利时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尔斯·范霍夫以及国会议员卡特里·范里特、布里特·海布雷希兹和安尼克·兰布雷希特就7月1号正式生效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向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马克西姆·普雷沃提出质询。议员们对该法为持续轻视土伯特、维吾尔、南蒙古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权利提供法律依据表示严重关切。他们同时指出，该法包含前所未有的跨国使用条款，可能被用于针对居住在中国境外的人士，并要求比利时政府保证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境内居民免受来自中国的恐吓及其他形式的跨国打压。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马克西姆·普雷沃回应表示，比利时政府将继续通过双边外交渠道、欧盟框架以及多边国际机制，就中国境内不同群体的人权状况持续表达关切。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最新讯息，欢迎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